敬得掠条幸福，请陈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一礼拜咧过足紧吼，但愿咱每一礼拜拢会当感受到上帝伫咱的生命的当中。今日我礼拜长，塑胶节学生就马上问曾牧师去倒，伊反应足紧的，伊大概也看我穿牧师服入来，伊就马上问曾牧师去倒吼。曾牧师伫日本哦。真趣味哦！伊即几届去日本哦，拢咧做风台。好佳哉，毋是佚佗啦吼，是去开会。咱遐个姊妹，伫9月时阵，阮去探访庄世德校长，嘛去探访着蔡经兄因夫妇。找因了后，我感觉足快乐的，因为伫因的内面。看到因晚年的幸福，咱说因家己住伫个咱这较庄脚的所在，已经年纪大，买卖无方便，所以再经遐伊的囡仔得甲因准备一间厝。啊，因为因老爸母住大范围的所在关系，所以伊的囡仔毋敢甲伊准备细间的。准备大间，所以再见遐一去遐，伊感觉啊，真安静，甲伊伫庄脚住的共款。伊特别甲我讲，牧师，这是气密窗啦吼，所以门关起来吼，甲伫因较早住迄个所在拢共款，差一项无鸟仔声，吼，伊讲迄鸟仔声有当时嘛真吵，吼。咱住伫这长教会，我住伫遮足福气的。咱遮吼，咱的鸟啊会叫着四季哦，无共款的鸟仔声。啊，你若听到什么鸟仔声来，就知影什么天要开始啊。伫古早吼，迄个什么叫做白头壳啊，白头壳啊，若咧叫的时阵，就是。迄个热人要开始啊，要开始热。但是季节改变了，连这鸟仔拢乱去呢。即摆白头壳啊，吼，迄个过年了就走转来遐叫啊，吼。我就讲，你伤早转来。吼，咱教会阁有一个黑枕蓝翁，哇！我较早甲廖老师定定去找即款鸟啊。黑枕蓝翁拢一对一对。因转来吼，嘛有一因真特别的声，但是迄阵蓝翁吼，即码毋是伫春天倒转来，是伫嘛是过年了就走转来。因台湾的季节拢无共款去啊，但是悠远会当听到因的鸟仔声，实在是足快乐的代志。庄世德校长，伊嘛是家己住伫三合院足大的。但是恁咱一个跋倒了开刀2摆，伊无法度家己照顾的时阵，伊的查某囝家准备伫因兜的附近准备一间厝，足清幽。迄间厝你去看了吼，咱嘛想要爱住，我称花姐，迄个厝真好吼，赞。咱嘛想要爱住，咱看到因伫迄个晚年的时阵，有遐尼好的徛基。的环境，咱感觉为因足感谢上帝。咱本来就要互咱的士大人有迄种的环境。你遐个姊妹，你今仔日安尼互你的士大人，后摆你的囡仔嘛是安尼互你。幸福是啥物？幸福是我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我拢做了上界齐全，安叫幸福啊？敢毋是安尼？其实基督教的福音足爱讲幸福的。耶稣一开始就开始讲幸福，伊就教伊的学生讲安怎去摕到幸福，安怎掠到幸福。这个课题吼，这个经文咱直接讲已经第3届啊。其实真啊。
一个讲，会当讲至少10摆以上，因为一个祝福会当讲1摆。但是，我惊恁听了会无聊，讲啊，陈牧师敢会晓讲这尔，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一个快乐的 ending。最后，我要邀请咱来掠掉这个幸福。伫要掠掉幸福，咱来先知影，顶礼拜牧师有讲一个道理。牧师讲着稳定，咱兄弟姊妹，咱详细来想，稳定是上帝要互咱白白礼物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。但是有的人较毋知稳定伫倒位。有个人信主一世人，就是安尼就是安尼。咱详细来想，秋雄老师的妈妈吼，伊来教会洗礼甲做礼拜半年久哦，半年久伊就过身啊。但是每一摆我来徛伫遮讲道吼，伊的妈妈吼，迄面是发光个笑眯眯呢。有一遍我挡袂牢，甲伊讲欧巴桑，我讲的你听有无？逐句拢听有。啊，有人讲曾牧师讲的较高深啦，我就问讲啊，曾牧师讲的你听有无？逐句拢听有。伊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，伫迄半年内底，伊得到足大福气，然后伊过身。伫要过身的时阵，有足侪神迹奇事。有一遍，我去中基甲伊看，听讲牧师，哇，即间基督教病院吼，足功夫的，阁有传迄外国人吼来甲你探访。我讲啥物？讲迄若下晡时吼，我咧困困啊，目睭爬金吼，我边仔拢坐一个吼。啊，恁头毛长长，啊穿白衫，啊迄外国面呢，啊拢坐遐咧甲我看，啊咪咪啊笑，啊然后伊开始甲我讲话，我讲你听有无？我逐句拢听有，爱讲啥？毋知，但是伊讲的时阵，我足快乐的。恁兄弟姊妹，伫伊信主半年中间。咱若为细汉就伫教会大汉的人，咱可能知，咱甲耶稣画做什么形的，对无？再经遐要搬去台顶的时阵，送伊一个耶稣的迄个牧羊图，伊家己随揽倒，伊讲即包我足爱，啊吊伫伊的身躯的内底，伊讲即包我足爱。你若是伫教会较久的人，你会知影教会的人咧讲耶稣是什么款形，但是伊的妈妈完全无迄个概念。伊讲，即间病院足功夫的，传一个外国人，定定伫下晡时困醒的时阵，坐伫伊的边仔，甲伊讲话。恁兄弟姊妹，这可能要问师会啦吼。恁中基当时遐尼粗本安传出外国人装做耶稣坐伫遐，甲人讲话，这是一个足特别的祝福。最后，伊妈妈要过身的时阵，秋雄老师敲电话，我去厝里陪伊。我甲秋雄老师讲，秋雄老师，我有一个看见吼，咱足侪人伫要过身的时阵，啊，就甲换迄衫硬酷酷迄吼，老人衫，啊，就甲扛去迄外口吼，啊，用一块面床包。我讲咱毋好安尼，咱基督徒吼爱回倒喺面床，倒喺伊家己上爱倒的被内底享受。吼，啊！等你过身，恁要照安怎去做，迄无要紧。咱即摆想要倒伫遮，但是我要甲你讲，我建议恁来送病院，因为几啊摆我甲会友建议送病院时，迄个人会阁醒起，因为伊到尾啊昏迷时阵，伊膀胱足侪尿，伊足艰苦的。啊，所以秋雄老师就马上甲伊的妈妈送去病院。啊，就甲病院讲，伊要互伊妈妈上介舒服的吼内面来过世。啊，伊妈妈迄下晡醒起来，伊讲要找我，我就去。
我甲伊伫病院的外口，阮甲塞来病院的大厅，因为礼拜日拢总无人，阮坐遐开讲。伊妈讲牧师，我昏倒，我毋知影人的时阵吼，阮外口足侪人咧哭哦。有影呢。我坐咧，我坐啥物孙哭上大声，有影吼。孙哭敢若牛咧安尼，足伤心的。讲牧师，伫阮店尾遐吼，有一件穿白衫的吼，毋知创啥。我讲，迄阵人你捌，我拢毋捌看见。迄边我嘛看袂清楚，一定穿白衫的人，定定咧看我。我甲讲，你即晚若目睭搁渐渐开去的时阵，你甲迄阵穿白衫的人讲，来，我咧等你。那遐日姊妹有幸福无？半年久的信主，伫艰苦的时阵，伊目睭毕竟是耶稣坐伫伊的边啊。然后伊看到天使要带伊去，我足欣赏伊的，这是我足爱的。因为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上帝拢将无同款的恩典加添伫咱的心上，伊要将伊无同款的恩典互咱。圣经讲恩典是白白互咱的，但是祝福是啥物？看个人的行为。小上的妈妈真正是一个真单纯的人，看个人的行为，互你祝福。咱伫要了解上帝恩典的时，咱必须要再来讲一遍，什么是上帝恩典？伫这30年的中间，有家长甲我讲牧师若照圣经这套吼，阮的囡仔吼去外口会互人欺负。圣经拢叫人做足好啊！我要甲恁讲，迄个人一定无了解圣经，迄个人一定毋捌上帝恩典。今仔咱要为上帝恩典来开始讲。上帝恩典，这是保罗甲咱讲，包括3个赞词。上帝恩典第一个赞词是多彩多姿。这多彩多姿吼，我若换一句话来讲，你一定了解，就是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伫你有的时阵，伊加添互你。第二个，上帝恩典是伫咱拄着人生的困难的时阵，这个恩典是足智多谋，互你有智慧去应付，互你足够去应付这个代志。第三，这个恩典是当你面对歹的时阵，遐凶恶的，遐你所唔知要我来甲你吞打、甲你欺负，还是甲你陷害的时阵，迄个恩典是啥物货？规刻刀断化，讲起来咱是有足干的，毋是哦。伊要互你安那保持警觉，互你去清楚讲，你今仔日安尼对待我，我必须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态度甲你做伙？这就是上帝恩典，一个全面的祝福，全面的，毋是照像恁咧想讲，逐项拢是好，无。这个恩典足特别的，但是安尼，这个恩典要安怎来领受？你要安怎领受着这个恩典？8福是耶稣足正式的门徒训练的课程。为什么我会当安尼讲？因为8福一开始记载耶稣坐地，圣经若讲耶稣坐地讲的吼。恁拢爱足注意的哦，还是一个足正式的训练。耶稣坐地讲，到这也阁无重要一半。后壁阁较重要是耶稣用阿兰文讲的，这是每一个释义拢讲足奇怪。耶稣讲的拢会用因迄个时阵流行的
流行的话讲，独独伫八福的内底，耶稣用阿兰文，阿兰文换一句话讲，是伊甲学生的母语。你有感觉？有当时咱讲母语，咱的心会足容易相通的。吼，咱来用台湾话讲吼，咱会感觉讲加正听足有的哦。这就是母语的功效。耶稣用这群学生因的母语，耶稣伫遐咧甲因讲。耶稣讲：上帝恩典吼，白白互人，但是伊要安怎互你？爱你知影你家己无够业，爱你家己知影你欠缺足济，爱你家己知影我的心。哎呀，咱啥物都无，咱想足爽向，所以我开喙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，互我你的恩典。迄个时阵，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。这是耶稣的第一课的训练。恩典临到咱。第二课的训练，耶稣甲学生讲。当恩典临到你，你领受到足侪丰富的恩典的时阵，你要成做一种，你要成做什么款的人？而且足重要呢。就兄弟姊妹，你要成做什么款的基督徒，非常的重要。耶稣真趣味，伊一下就讲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讲会晓悲伤，会晓安那忧愁。会晓烦恼人有福气，为什么？耶稣讲，你要为你四周围发生的代志悲伤。我做牧师吼，我足爱看到一个讲，倒位咧大地动吼，就有迄个基督徒出来讲，迄是上帝刑罚教啊！我足爱听这种的物件，因为上帝家己都无讲，迄是伊的刑罚，你凭什么会讲迄是上帝的刑罚？悲伤，你对着你四周围发生的代，你会晓悲伤。兄弟姊妹，伫遮我要感谢咱的会友，咱的会友，伊有几个人，因的四周围同事、厝边隔壁亲人，若有发生恶担当的代志，因拢会敲电话来讲，牧师。麻烦你替某某人祈祷，吼，伊是我的厝边啦，还是我的同事？伊即马发生啥物代志？即种的人真正大大福气呢，因为伊相信上帝祈祷的功效。耶稣挂保证，讲会晓安尼做的人吼，上帝要来扶持你，嘛会当扶持迄个人。安慰就是及时的帮助。伫规本圣经拢一直讲，耶和华我的上帝是及时的帮助，就随时随地在帮助我的。但即马足侪人袂记得这，即马足侪人的帮助来自于什么？电脑，来自于手机。电脑足够教人煮饭对无？咱想说啊，我正要煮这下，袂晓煮，来拍开电脑来煮。哇！昨阮又烤一盘节瓜，叫电脑做，有好食无？烤了又讲，哎，这个叫电脑骗去啊！了兄弟姊妹，耶稣讲咱得到稳定时阵，咱来注意咱四周围的人，因需要什么？需要咱的关心。咱来为因所发生的代志，心存同情忧伤。悲伤内底有一项嘛是针对家己，针对你家己常常讲话讲毋对，想哎呀，我都足爱做好，啊，该常常安怎做了做毋对。特别吼暗时的时阵吼，上帝拢互咱想着，你今仔倒一句话讲毋对，阮迄日去温婚引导。甲几个姊妹哦，足快乐的，迄时还是大家安尼很快乐的在那边相聚吼，
食柠檬蛋糕吼，佮食配咖啡，当然食。啊，伫遐开讲吼，讲即项，讲即项。伫迄时阵有一个姊妹讲，哇，某某人吼去食一个青草，哦，这青草哦，吼。啊，我着顺口讲，迄无拄拄好食。因为姊妹，我伫遮讲这个咧，毋是咧辩解吼。我食过足侪好食的物件，当然我讲安尼有我家己思考的方式，我嘛捌拄过共款的情形，啊，我就感觉无好食，所以我煞喙就讲，无拄拄好食。但是暗的时阵吼，上帝责备我呢，我都已经要困啊，向搁去听着家己讲一句话，哎呀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错了。我袂使安咁讲，因为安那我也无食到啊，对无？我心中非常的难过。哎呀，食到60桶啊！讲话还佫想啥就讲啥。你有甲我共款，常常拄着即款代志无？我要甲咱讲，当咱知影你毋对的时阵，恭喜上帝要改变咱，要扶持咱，互咱知影安尼。是毋对的，安尼是毋对的。因为兄弟姊妹，真趣味吼！伫恩典的后壁，耶稣训练的课程是悲伤。这实在是一个足特别的讲法。咱来看，好。耶稣提醒咱，爱随时知影咱心中的无够业，咱会当领受着恩典。好，恩典是啥物？是多彩多姿，恩典是足智多谋，恩典是诡谲多端。哇，全面性的啊！吼，全面性的。搁来提起咱，爱会晓为着咱四周围的人悲伤。那么兄弟姊妹，搁来，耶稣甲咱讲，你必须要训练家己，真做有温柔的心。咱常常有一个迷失吼，咱感觉八福，哪像耶稣叫咱去做互别人，安尼我才会当领受福气。这是民间宗教的迄个迷失吼，咱感觉我为别人做安尼，我就法度领受安尼，毋是呢。八福是为咱家己本身做起。伫八福内底，耶稣要求咱爱真做温柔的人。伫温柔的人的中间，你才会当安那？你真做温柔的人，不管你去倒位，你拢有一席之地。这是上帝祝福。这个无温柔的人，伊的心中藏足侪迄款无好的物件。简单来讲，伊用阮家己真做安那熬受气，用阮家己熬批评人，用阮家己熬苦毒自己，用阮家己安那足爱讲人有诶无诶，用阮家己哇！伊所藏伫家己心上，拢是遐无好诶。耶稣提醒咱，要领受祝福诶人，你爱将这安那除掉。你袂使将这无好诶物件放伫你。咱足容易看到吼，一个妈妈伊诶个性内底若有苦毒，伊用批评诶角度咧讲话。伊用批评的角度黑白传话，伊的囡仔足容易嘛，真做安尼。因为安怎伊伫厝拢听即款话啊，所以伊感觉这话无要紧。但是伊出来一个团体内面，马上人甲排挤，讲你讲话较会安尼。这时阵他就失掉了安那，无法度占有一席之地。一个囡仔。要伫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不管你去倒位时阵，伊必须爱将家己心中遐无好的提掉，温柔对待家己。咱足侪人吼，
会晓温柔对待别人，对无？人拢咧看咱啊，我虽然足气烈，我嘛爱甲你寒暄几句，敢毋是安尼？但是耶稣讲，你爱先温柔对待你家己，将你心中遐无好的淡掉。那位兄弟姊妹，你若要到什么所在都有一席之地的人，你要训练你真做温柔的人。那安尼，你会问我讲，牧师，我就自出世，我妈妈就教我安尼思考啊。我即摆若甲遐物件摕掉，我要安怎？咱来看耶稣的方法。耶稣伫温柔的后壁面，甲咱讲：腰喙焦的人，心无义的人，伊要得到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检菜，恁是讲腰喙焦心无义？哇，这个问题吼，你要想，那想真高深咧。咱换一句话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耶稣咧提醒你，你心中有偌济良善，良善的物件，你的心中有偌济，你若愈济，你会当愈饱足。咱注意饱足这字的祝福，饱足这字的祝福是啥物？是心灵饱足、肉体饱足，是物质甲精神的。对兄弟姊妹，这足重要的。若是安尼，你会感觉讲良善，即摆的人遐尼歹，你叫我做良善的人，你爱知影圣经内底的话吼，伊的原文咧讲啥物？基督徒必须要倒底来讲，圣经的话，伊的原文到底咧讲啥物？良善这个原文有4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讲，你有智慧去判断是非，你有智慧去选择对，还是你会看出迄是毋对的，我爱甲伊拒绝。第二，良善是勇敢，你敢勇敢去面对遐个你不应该做、不应该有的无？这就是真正的良善。过来良善是啥物？正义。我心中足渴望，互我生活的氛围吼，充满着公义。你若要追求有正义的生活，你家己就要实行正义的生活。过来是节制，节制是自我控制的人。你有法度甲你自我控制甲足好势无？这真困难呢。咱要真做良善的人，无简单做。咱莫照字面来想讲啊，这良善吼，就是叫我做好就好，毋是安尼啦。良善有这4个赞处，你要去掠掉这4个赞，互你的心中充满这4个赞处。你的心中若有这4个赞处，然后佮加上上帝恩典，你是一个成功幸福的人。所以下面耶稣呼吁咱爱真做仁慈的人，因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你会晓甲人分享，你要成为仁慈的人。仁慈的人会看到仁慈的代志，仁慈的人会当领受到上帝的仁慈，仁慈的人会当看到别人反映出来仁慈。这个时阵，耶稣做一个学生解答，我咧想啦，一定有学生会问这个问题。若无接帅，耶稣较会用这讲啊，你的清心啦。你的动机要单纯、清心，动机单纯的人，伊才有通好安那领受上帝美好。这款祝福
好亲像真简单，但是真困难哦。两兄弟姊妹，咱今日咱家己来想，今日我帮助一个人，当伊看到我的时阵，你爱伊安那？恭恭敬敬，充满感恩，还是伊家毋捌你？我拄着足侪即种的例，咱向日葵学院吼，带足侪囡仔出来，几百个囡仔。哦，若要入来啊出去，啊恁拢甲算400个一定有啦。有的囡仔吼，即马成功了，伊无承认伊伫向日葵大汉，足侪。你会想讲，我做这的，为什么你们没有回来感谢我？唔对哦，耶稣伫遮提醒咱，不管咱做啥物，动机拢爱单纯。咱要帮助人，是将咱有诶去帮助人，别人帮助了，将你就莫搁去想啊。奉献咱教会这个土地诶老姊妹。伊的后生伫日本已经退休啊，是一个足成功的生意人。有一遍伊敲电话，这个曾牧师嘛捌讲过。有一遍伊敲电话叫我甲曾牧师去台中的厝呢。伊摕一笔钱，迄个时阵咱教会拄仔要做一个建筑，伊讲牧师我奉献这笔钱，然后伊马上讲牧师你莫讲感谢的话，因为这是上帝的钱。我将上帝的钱转互你尔，你无需要感谢我。因为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人主，这就是动机单纯。当咱咧做什么货时阵吼，咱莫设定足侪款无单纯的动机。你若讲你做这，你有无单纯的动机，安尼你莫做，因为你会得罪上帝。伫遮。上帝讲：你要看见我，就是要看见上帝上好的迄面。你看，姊妹，咱人吼足有限的，咱拢照咱会当看见的去看。咱下晡时吼，有一个在学生的迄个保院的司机，啊，我真爱伊来，因为伊来吼，伊会四过顺，伊会甲我指导。伊讲牧师，你这吼爱安怎加？伊甲我教圣诞红安怎加？因为我当年圣诞红繁殖吼拢死。伊甲我讲，牧师这圣诞红你爱甲加到剩2支，伊才会活。哇！我今年逐张拢足水的咧。内行的人一看到是伊的专业的内底，偏偏一张图，咱看了讲。这张图咧画啥？我较会拢看无安尼吼。但是人无当迄张图画甲足水的，艺术家伊法度讲，对兄弟姊妹，你是什么种的人，你就看到什么种的物件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耶稣提醒咱，咱爱真做动机单纯的人，咱就会当看到伊的好。有的人，耶稣的好明明伫你的心上，你就看无，因为你心中一直想别项。我特别爱这，为什么你互我这？两位兄弟姊妹，咱若要掠着幸福，咱来安那，互咱的心诚做清气的。咱若要掠着幸福，爱互咱诚做温柔的人。良善的人，这是主耶稣教咱教的。主耶稣所讲的8种祝福，一个上界重要的祝福，就是咱下面要来学习的。互人好好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成做上帝囝。这个祝福是啥物？上帝囝是啥物？继承权啦，
你要为上帝遐摕到你的继承权无？这足重要的呢。上帝讲我是万有的，你也可以继承这个万有。上帝讲我是丰丰富富的，你也可以继承这个丰丰富富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失去这个祝福？咱等者就知其实吼，这8个祝福，你若失去一项，你全部拢无去。所以你爱认真，家己操练，这是耶稣所摆出来门徒操练的过程、操练的课程。你无可能一日就完成，你要定定去做，定定伫你悔改中间求上帝扶持你，定定伫你做毋对中间，上帝我就足含慢的，佮甲我牵一解，互我安尼经过。互我安那做搁较好，恁兄弟姊妹，过来咱就是要来领受，咱要安怎来领受了这个继承权？圣经讲，互人和睦的人，伊要成做上帝囝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和平的人君，伊来到世间，伊标榜的就是讲，我带着平安来。耶稣基督出世的迄暝。天使宣布平安。哎，讲到这，我必须要为今年圣诞节拍一下广告吼。咱兄弟姊妹，咱今年圣诞节，咱要改换一个方式，咱甲美国买一个版权的使用权，叫做等待圣诞节。这出戏，咱邀请咱逐个人拢来演。恁逐个人等礼拜了，拢会当留落做啥物？做献歌队。你讲这足歹唱，无呢，足好唱的。这8条歌是甲所有圣诞节经典的歌曲安那，甲伊融合起来，甲伊改出来，好唱。爱咱逐个来唱。啊，然后咧，咱要互相看？家己演家己看吗？无啦。咱请咱的亲人朋友也未信主的，所以你即马就要开始想哦。我圣诞节迄个拜6暝，我要带什么人来教会？我要招什么人来？即马紧想，紧等去甲伊预约，甲伊的时间排起来。咱要演互咱的亲人朋友、好朋友来看，所以请恁，可能是12月21吧，吼刘一鸣吼叫我慢请宣布咧，但这样代志吼一定要宣布。咱了吼，我应该美秀讲好啊，要搁去喜乐宝院搁演一届，要互喜乐宝院的家长囡仔来看。做事工吼，就要有一点仔雄心壮志啊。袂使惊讲啊！我唱了无好吼，唱无好诶，咱无教育，要甲啥物人讨？他拄我第一个开始话，上帝一定恩典互咱啊，因为咱是为伊做事工啊，咱要去传福音嘛，咱咧惊啥物货？咱教会30年来拢是安尼，咱较早有竹塘乡儿童剧团呢，应该佛教的团体吼，就来邀请咱去演咯。咱兄弟姊妹，我工商时间讲了，请咱圣诞节爱邀请侪人来参加吼，咱搁倒转来领受祝福。祝福是咱基督徒上界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咱会晓领受恩典，只要你甲上帝讲，上帝我无教育，我含慢，我袂晓，上帝恩典加添伫咱的心中。但是迄祝福。是上帝是照咱的行为互咱的，这圣经讲啊足清楚哦。你毋通去欣赏讲为什么伊会祝福较济？你爱检讨讲，我伫这8福的中间，我啥物做无够？再来，咱要讲，咱要领受上帝的继承权，成做上帝囝儿女，唯一的方法是互人和平。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咱若详细想吼，
咱家己嘛无法度甲家己和平呢。你甲家己敢有足上好的？我相信有的人有，但是有的人无呢。有的人用阮家己吼去做迄足龌龊的代志，有的人用阮家己去做迄款偷摕的代志，有的人用阮家己一直去讲白贼，有的人用阮家己为了钱去做足袂见效的代志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甲你家己好好无？甲家己好好是一个足重要。有的人为着民主，一直讲白贼，哎呀，你会完全无法度甲你家己好好。你爱甲你家己好好，认捌你是什么种的人，然后互上帝来改变你，互上帝甲你提起良善、温柔来改变你。最后，咱努力学习，来甲别人好好。人甲人要好好，无简单，但是上帝互咱人这足智多谋啦。即使我不喜欢你，我要对你笑眯眯。上帝互咱维持上基本的礼貌，但是这咧要求的是讲，你伫好好的中间，你真正制造好好的气氛出来。可比讲，我有时阵吼想着做牧师会当真做足恐怖的人，因为牧师会当看着、听着足侪无共款的话。迄阵拄仔咧看宫斗剧吼，迄斗来斗过去呢，拢用人的迄款的把柄吼，咧安那咧控制人。我咧想讲，哎哟，实在夭寿哦！遐是牧师老迄款歹心命吼，哇！迄教会一定安那战场啦。你遐个姊妹，我感谢上帝。互我毋敢做歹。伫顶顶礼拜有一个，我将会交互上帝的人，因为伊伫我艰苦的时阵，甲我糟蹋甲足严重。但是当伊艰苦的时阵，伊来找我，伊甲我问牧师，我要安怎？我甲伊讲，你爱安怎？你爱安怎？我去甲伊斗安排。伊要安怎救伊？伫伊了时阵，我对我家己安那，我看伊遐无路用吼。我迄个时阵应该安那，用伊加入我新旧的加倍的。但是我有一个结论：基督徒无法度安那做歹，对无？咱基督徒无法度做歹呢，所以伊离开了，我真欢喜的。好佳在我无犯罪，哇！过几日我就搁敲电话讲，啊，你去看了安怎？啊，有较好无？我感谢上帝，无照我期待安尼接庇伊，因为安尼我足艰苦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只有互人好好吼。你家己才有法度得到真正的喜乐，敢毋是安尼？真正是安尼呢。咱上这一生，基督徒只有互咱的团体拢真好好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真正得到内心的平安、喜乐，也搁敢坦荡荡的面对上帝，敢毋是安尼？假是我若去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，我毋敢徛伫遮讲道。因为旧约圣经吼，几啊届记载，迄祭司做毋对吼，徛起咧祭司台时阵，上帝就击打就来了。弟兄兄弟姊妹，我伫遮要甲咱分享，毋是讲你的牧师哪像真敖甲人好好，无呢？有人定对我袂爽快呢，我拢毋知为什么你对我袂爽快。哎呀，一定多一句话，互你袂爽快。我就求上帝，
帮助我、赦免我，互迄个人赦免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互人好好是一个久长的功课，是咱生命内面必须要去面对的功课。因为咱面对的人，咱毋知伊咧想啥物。圣经甲咱讲一个代志，伊讲吼，往来传舌、泄露密事、大张嘴的，不可与他结交啦。这吼，这用台语谈吼，叫较趣味哦。台语讲，我台语写伫我的一本册内底，我来读互咱听吼，真趣味。台语，这是旧约的箴言。咱若伫咱的生命内底有真侪，咱毋知要安怎做，咱爱斟酌读箴言吼。箴言有足侪足直接的教导。伊讲吼，四过行，讲人长底，泄露人的秘密的。教话毋通甲伊结交，足严重吼！我搁读一遍，互咱听吼。四过行，讲人的长底，泄露秘密的，教话毋通甲伊结交。换一个方向来想，咱若要诚做互人好好的人。咱检视爱拒绝这个拒绝这个行为。当你听到这边的话，当你听到迄边的话，你要安怎去讲？再互这两边好好，人拢会找你讲，因为人看会起你。譬如人甲你讲啊，伊较会对我安尼，你应该。爱将伊的好甲伊讲，帮助因好好。有一种人讲的足可怕的吼，毋是我吼，是你安尼讲，我才会甲你讲安尼啦吼。无我嘛是袂安尼甲你讲，那像你要讲的拢别人引起你去讲的哦。着人着讲安尼啦，我嘛毋知伊啥物意思。两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中间，你也定定听这款话的人，圣经讲毋通甲伊做朋友，足严重吼。但愿咱拢毋是迄种的人，但愿咱接受耶稣基督的训练，互咱诚做掠着祝福的人，安尼好无？咱今日所咧讲的这。咱拢毋是完全，为什么我特别在乎这8种的祝福？因为我渴慕幸福，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到这，我若无去掠掉耶稣基督讲的祝福，我白白过了此生。咱大家拢来学习，来照这8种的祝福的品格，互咱家己的人生更加幸福，更加成功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听完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互阮研讨这3遍的8福，深深知影阮的无够业，阮会需要主你甲阮做伙。互阮看出，阮常常无法度真温柔对待家己，甚至刻薄家己，甚至互家己做出见效毋对的代志。恳求主你赦免阮，恳求主你安慰阮，恳求主你扶持阮。主，阮渴望成做你的儿女，领受你的继承权。所以，阮即马要拍开阮的心门，恳求主将良善的心、仁慈的心、温柔的心、互人和平的心，
这些祝福拢藏伫阮的心中，互阮的心中充满智慧，互阮的心中充满正义，互阮的心中勇敢甲节制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怜悯阮的无够业，互阮的一生活靠你的恩典，掠掉你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